后来继续来看国道1号912.4公里10指的路段，透早5点外发生着死亡车祸，有2台大货车、甲1台小货车、甲1台轿车，总共是4台车拢做一伙。讲当时是第1台的小货车触链，这个驾驶落车来看状况，结果互后壁驶到有的轿车甲弄一个飞出去，搁摔落，搁互搞着亡生了。 3台货车甲1台小客车伫国道内线车道发生事故，关键到现场将车路封起来，全外线车道会当行。后壁大货车的车头卡入去头前的货车，连人甲车门拢变形，万八落个。头前阁有1台小货车翻插伫车路中。代志就发生伫今仔日早起5点外，国道1号往北12公里迄搭位啊。 那些小货车因为落雨，车路积水，无驶离出去，规台车直接翻插伫国道中央。驾驶随落车要查看状况，想要到后壁轿车无注意，直接甲弄落。驾驶轰弄一个，喷出去到对向车道，却互过来台车甲交过，救无倒来。虽然后壁车随打动下，也毋过也是有1台大货车被互动，大货车驾驶掉伫咧车内，加在红救出来了后，人无安全。 货车停在旁边下车了，他就先停在这个位置，下来的时候我也才看到他，看到车子是这个方向。车祸原因更需要调查。风台强盘效应，雨势上了正粗，车路动滚，驾驶赛车出门一定要给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